足多啊，我毋只爬起来遮坐。哦，来，我甲你洗头吼。对啦，小菊，你昨昏是毋是骂我，搁倒转去厝内？是啦。我敢毋是有甲你讲啊，叫你毋通转去，你哪会定定遐毋听话？是安宁，伊叫我转去摕米的啊。安尼也是听我一片的心情。也毋过你若定定转去，我若所以加讲话。哎呀，小姐，你伫咧惊什么啦？你是柳家的查某囝，你也无去食着因亲家的米啊，伊凭什么要讲话？我是已经嫁出门，就敢若亲像破出门的水共款。你后摆就较莫转去，会知影无？好啦，小姐，啊无这厝的吼，互你顾咧，啊我来去买一点仔野菜转来吼。小菊啊，早去就早转来吼。我知影。等下，小等下才关啦。你是啥人啦？金花姑娘啊，敢讲念我你就袂认的啊是？你是阮大嫂的表小弟青明。对啦，对啦，我就知影讲你也会认得我无。金花姑娘啊，我今仔是特别来甲你看的，你知影？钱大哥，嗯。你的好意我心领。嗯。毋过阮厝内底也无人伫的，不便待客，请你出去。无咯，迄厝内底无人伫的上好，干那你一个伫的了。你要创啥？金花姑娘啊，老实甲你讲，实在是我介意你诚久啊。我嘛捌叫人去恁兜甲恁阿爹做亲情，也毋过恁阿爹伊就毋答应呢。哪会知影讲将你嫁互迄个四灵鬼迄个瘦小囝？哼，唉，真拍算哦。志明，我嫁有啥物人，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毋免你管。你立刻甲我出去。出去！我甲你讲，我等这个机会等偌久啊？怎无你安尼两句啊讲的，啊我就出去啊？你，我甲你讲，你即摆若毋出去，我就要喊救人哦！做你看，做你看，反正这附近也无人伫啊啦，做你看到因老后看嘛无要紧。走啊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放手啊！放手啊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哎呦！你等靠边，你跟着上场啊！你这，哎呦！你滚住啊！你别叫人家喊，靠！靠边，你踮遮呢乌白来。多谢你来救我。无，迄个是啥物人哈？哪会敢安尼做你无礼？是阮大嫂的表小弟，叫做钱明啦。恁大嫂的表小弟还著家己的人啊！啊，这落甲恁大嫂头叫甲教死者讲。阮大嫂一向甲我不和睦，我若准做甲伊讲，伊嘛袂插。啊，袂插哪会用安尼讲的？啊，因著定安尼咧。袂用，我来甲你原话讲，叫伊小仔甲讲两句。大哥，大意思不如小意思，煞去啦。哪会使安尼白煞去的？啊，煞去愈好看，后摆若搁来咧。袂啦，后摆我会特别小心。阮老地夫啊，我是惊伊讲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袂做对不起恁贵的代志。哦，好啦，你甲安尼讲也无，搁突然甲煞去啦。有影我是甲你送一寡这食的物件来啦，这放在通吼，搁食两顿，啊若无再甲我讲啊。无咯，大哥，啊？你对我这么好，这么照顾我，都已经有够啊。安尼我免啊。哎，家己的人，你安尼甲我讲这个客气话。要无等恁贵若倒转来，阮两个翁仔某会好好报答你的大恩情。哎呦，等你讲迄什么三八话啦！我甲恁贵也是三支香落落的，敢若亲兄弟啊同款的。啊，恁贵也无伫，我照顾你应该，等你讲什么报答恩情？哈，这地府啊，拢安尼，敢若甲我当作外人的。是讲恁贵啊吼，去投军都遐尼久啊啦。若当较早转来吼，来照顾你，毋免互你家己目睭底了了看吼，我迄阵就会晓放心啊啦。伊会，等伊若平定动了，伊一定会倒转来。对啦，
你足有福气的啦，看起来足福相的咧。阮恁贵啊吼，身躯搁用啊，功夫搁好咧，将来吼一定会做大官。啊，你就是一片夫人啊咧。应望现身四年贵，果然是一个大将之才。金无风伊的官职，疑心不安啊！皇上，既然军师讲的这个时阵袂当封伊的官职，那安尼何不想伊金兵呢？好，有理。神客皇上，千万不可啊！怎样？连定要赏伊的金币也袂用的。皇上，世人贵伊福运未到，若是受皇上你的赏识，反倒当引起他人的妒恨，是会惹来杀身之祸。凡事该由皇上做主的，皇上若是属于掌兵权，敢讲有人会伤害伊是？娘娘，这是天意，千万不可违命。长英，如今正当在切，我想叹几滴元帅，操练兵马尚未成立，你就背定来去城外行咧。这，无非你是想要搁见世人贵。真想要看伊啊！下面心小敬望的眼神。伊在指挥，利用稳定，不停的走动啊，看不清。长英啊，今只干那踮咧远甲伊看，我袂搁再封伊的官职，也袂甲伊交代。更加袂赏伊的金币，你就是互我来去甲伊看一下啊！神遵旨。杨素贵，我问你一个，好，你爱照实讲哦。是。昨拜龙门镇，惊头一个野鸡伫咧指挥，迄个小将是甚物人？这个人本帅捌看到，我惊我要甲问的时，看到我就惊就走，到底这是安怎样？元帅啊，无听你目睭火气，看了下两记啦，安咯。哦，别讲，本帅明明亲目看。看伊手举方天画戟，做良角，我会看唔对去。元帅，我唔敢骗你啦，迄确实吼是我的囝婿何宗宪啦。是。哦。当然，将军武器无去举出来，去举。是。元帅，拢举一支啦，拢举一支啦。昨拜龙门镇就是何宗宪拜的哦。是嘛？算你大功一件，本帅将这个大功暂时甲你记喺公路铺。多谢元帅，多谢元帅。但是以后若本帅查讲是伫咧欺骗我。定真不了！我仲唔敢瞒骗，我仲唔敢瞒元帅。
上来当赦免就我的罪名，我就会用啊放胆入宫杀掉。你等我凯旋倒转去，你就免踮伫南山草厝为我伫咧受苦，最少你嘛有一品夫人通做。今晚你等我，你就爱等我。我若是有朝一日嘞，功成名就，我一定双手捧着皇冠下披，来送予金花你。迄当阵我就袂过来离开你了。金花，你等我有朝一日功成名就。我一定会将着皇冠下披，双手送到你的面头前。迄个时阵，我永远就无要阁离开你了。大哥啊，大哥，贤弟是安怎？贤弟啊，是毋是皇上看白龙文殿已经赦免我的罪名？大哥，你莫阁讲起这件代志，你若讲起这件代志，小弟我气死！贤弟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？吼！大哥，方才小弟送物件去前营的时阵，经过张先锋的营房，听见张先锋甲着元帅伫咧讲话。伊张先锋自从张大哥咧摆龙门阵迄个功劳，加咱们竞赛护总宪的名下，已经请着元帅，自从这个功劳记在要功劳簿上啊！张先锋。无替我求情赦罪，无。张先锋敢若替因竞赛，伫咧抢功，根本伊都无摕去大哥你的名哩。那安尼讲，张先锋伊毋就伫咧骗我？对，张先锋是叫因竞赛来夺取大哥你的功劳。也毋过张先锋会救我所处的性命。敢讲伊会夺我的功劳吗？大哥啊，你哪遮尔调皮的？根本这个代志是小弟亲目睭看，我亲耳听，敢讲这是假事。伊说拜好梁文殿啊，皇上就亮开声音。如今先锋见这母啊心，拄爱我功劳去其他人。大哥，行，咱两个来去找伊理论。不行诶，我这是火头军的身份，凭什么资格去甲理论呢？老差做事不公道，存心欺骗被骂大哥，若无当面向伊问清楚，枉费大哥你既然讲啊无。兄弟，我想
张神龙是好意，好意，凡事着真情慢慢办啊，免得万一做困难。大哥你不可看错眼，只为善风是擦干。张神龙，伊会夺我的功劳，我真唔相信。有定着张神龙恐惊迄万一皇上难赦免我的罪过，反倒转来害我，所以伊才唔敢来报仇，才命对伊的囝婿来冒认着我的功劳啊！大哥，事实摆在眼前啊，你还阁兄弟，你莫阁讲，我相信张神龙一定是完全为我好的。就是你的仰望现实啊！我就要存在甲理论。而且，不管是变成什么地步，我第一心，我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国效力，愿意保住看好的成功。好一个尽忠爱国的小人贵。兄弟啊，走！贵啊，小等下，皇上，你千万不可啊！贵啊，唔通走啊！皇上啊，你稍等下！贵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此去当了路途道险，登山涉水，请皇上自重。爱妃，定不在朝中，治理人计范围，国家之事就偏罗爱妃了。朝中之事，皇上不良。摇摇三杯敬皇上，一路平安路在用。点点成功，命欢将。旗开得胜，真变强，真变强。天条用兵，改名用，当心起呀灭自天中。不讲战术，上顶啊上。势必兵乱，天不良，天不良。愿我皇福谢天。愿我皇福谢天。我的元帅齐军师进殿，宣人进谏，传旨进殿。我的元帅齐军师进殿。请天公万岁，万岁！刘王兄平身。下万岁。
兵马战阵已经全部齐备，只待皇上下旨，即可发兵动了。即刻下旨，兵发东辽。较紧嘞，较紧嘞啊！无啥时间啊啦，毋着骹手较紧嘞，我半时辰就要开船啊呢。嘿，啊，恁做头袂真够做，紧摕入去啊！接嘞，接嘞，后壁人骹手较紧嘞啊！要紧嘞啦，做无几人工袂啊，较老熟啊呢。较紧嘞，较紧嘞，无时间了啦，较紧嘞啦。你要开船啊！啊，是说内底有精力无？哎，是嘞，你过来。好。来，有啥物代志？这口鼎吼，你一个人讲哩。给我举这口鼎。是啊。阿母啊，来来来，打拼啦，我打拼啦。唔免，你去做你的代志，一个人就法度。来。无啊，你哪讲啊？不要紧，你放心。有影来试看卖咧。是啊。你看啥？你连工课拢还袂做啊？船你开啊咧？哦，啊，这个袂输敢若新力咧，这口鼎至少嘛有700-800斤啦。啊？你，哎，讲你，嘘，行好，稍等啦，稍等。哦，听清楚，哦，你行好，你行好。你听清楚，听清楚。好，啊，千岁呀，拜见听先生。听到千岁，免。好。不错。都知迄个士兵是啥物人啊？我敢若真面熟咧。对啦，迄个敢毋是世事啊？这，是哦。听先生呀，今日看了电打字，我迄兵书哦，根本就毋是世事呀。黑白讲，那你有啥物遐好笑？我知迄个明明都是伫咧金枝山有救过我的命，叫做对啦，叫做死咧。啊，你敢想要骗我？无啦，我哪会敢骗你？这自较早吼，就伫我遮咧做总铺，细汉就根是我想伊左右是不离啊。然后我投工去金枝山大小千岁啊，你人老啊，看哪有去顶打着啦。那安尼，我问你，好。张师傅，顶一帮你伫咧龙门关伫咧招兵的时阵啊，是。啊，我有推荐一个壮士，姓谢去你遐投军，迄个人现在伫倒位？这。我问你看伊人伫倒位，你啥物伫咧坐甲下？是。听先生啊，实代志哦，袂用个瞒啦。你推荐啊，迄个壮士哦，来到军营哦，咱的严格生活袂当适合，伊知道兵选去。对啊，走啊。啊啦，走。黑白讲。是。张师傅，你愈来愈好打呢哈！竟然敢想要骗我？唔敢。我遮迄个明明就是救过我，迄个壮士啊！啊，你竟然搁蹛遮伫咧甲我讲东甲讲西啊！千岁。免讲，去甲我叫出来，互我亲身望看卖，我就知。我叫你去，你是要去啊？唔去啦？千岁。你唔去，我家己去。无啦，千岁，无啦，千岁，千岁。啊，等下啊，这些就抢着就是惨啦。哦，我找着啊！啊，来，好，千岁，找着啊吼！啊，老千岁，你袂记啊？我就是你以前伫咧金枝山拍死命哦，解救迄个老伙啊！你袂记啊？是毋是？袂认的我是啊？
死。是都对咧，对，老千岁，是你无毋对。毋是我，你认毋着人，我毋是姓氏的。嘿，毋是姓氏，也无你是姓啥？我姓潘。啊？你姓潘？是我毋是千岁你要找的人。毋是姓氏。啊，毋是。也迄一天伫咧金泉山，都也无讲偌暗，敢真是我老听有影老到目睭遮花啊！这是啊，你人老啊啦，迄目睭有较花啊，看落去顶打去啦。你哪会遮爱插嘴啊？是，你欠泡。是，千岁。船要开啊！我无时间啊。张师傅。千岁。另工哦，我有时间，我会过来找你。是。我会来找你算啥？是，千岁。行好，千岁，你慢慢行，慢慢行，千岁。是嘞啊，迄歌仔讲我安死拄啊赶到位，也若无你就搞命，就去啊咯。姓吴老千岁，伊敢真是？哎呀，你毋知啊，伊是方明来这所在要查究世事。对啦，你虽然你金泉山救伊，也毋过伊是方明难为啊。好家仔你无承认，也若无你死咧啊，10条狗命才交条死。我的豆君啊，心中想，动了的万里，去的中情诶。对簿不能用情啊！老千岁，这是什么代志是？是啊，要创啥？我也是。大家冷静，是嘞。哎呦，你经理，我是真同情伊啊！只要你迄个世事若莫讲，好阮讲，是想办法向皇上甲你赎罪啊！多谢先龙官。皇上，以前催算不挂，咱这次要来去征东，虽然一路辛劳，但是必然征兵就伊动了，凯旋回朝。小小宽裕之邦，却抵挡得住5国10万用兵，定是英勇现实。哎呀，皇上啊！遐牛片的，毋是有讲四人贵是伫咧10万军中的，也若安尼，就混得金万道的见面，你又何必遮尔着急呢？玉帝千军啊！顺眼间，心底一种难形难。为愿献身向华山，定情杀敌啊，保我的江山。皇上。小心！皇上！
因风浪真大，迄名人稳子准定。准旨。哎，准旁放落来，准家保证我好。阿娘喂，皇上救命哦！皇上，冲英，咱突然间东风大作，海浪滔天的。皇上，请您免着惊，只要皇上一下旨，命令伊一地元帅去平息风浪，自然就会风静浪平。哎，军师啊，这个大海起浪，这是天意，我哪有法度甲平息啊？哎呀，元帅，我已经算准，一定爱你去平息风浪。如果你若无平定风浪的本领，就将你捆绑，等落去大海去祭神啦！哇，军师啊，这，哎呦，误会我头呀！赶紧去想办法！啊，俺老徛无想要死大只饲大鱼啦！皇上啊，这我无法度啦。照军师的话，赶紧去平浪啦！赶紧去嘛！是准旨。哎，叫啥呀？叫啥？去搞啥？官司呀！官司呀！什么代志？去搞啥？我命令你，这个死神，你爱甲稳定这个风浪，点若无我甲你捆绑绑的，甲你等落去海，这行啊！这我落法度。别讲，官司呀！我。叫啥？让我做代志。迄落海，我都对惊啦。这海英佬叫定就命，元帅命令你，命令别人啊！我要做什么人啊？我要做什么人啊？死你鬼嘛！好，我就叫伊死嘞！来，崔兄子啊，我去说法，叫伊海英好爹。哎呀，这都有，这哪有可能的？这海英也不是讲咱头顶个做的，是要咱好听无听的。我无管你，皇上下令叫元帅，要元帅叫我，我就叫你，你过说话，会海英大惊，若是无食我做你，甲你等下海在饲大鱼。小花，小花，小花，做错啊！那些海英哪有可能叫伊惊就惊啦？是啊，我海英较大声叫伊惊。你哪有可能？无理无由啊！免传我，不要紧，我就赶紧来看评书，看评书，我就甲你指点明路无？又是你娘娘指点明路，做兄弟有办法的啊！你看，就现你娘娘天书指点，说明。突然这个大风浪就是四海灵王前来交代，只要皇上的写两字免条，咱在这个大海，自然这个风浪就会当平静啊！就是，紧来来去禀告先锋，行。天啊！难道我李世民气数已尽，做定来纵身出海吗？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我们来逃命！我们来逃命！皇上，请你较冷静一下。你王为庶民不劳然，一定是伊日着当年为天斩龙，我哩失信伊。今仔日要来逃命！救命！皇上啊！皇上啊！皇上！请记着，已经知讲大海起风浪，受到什么原因啊？是不是你王要来逃命？是因为四海灵王，你来邀见天子，不是要来讨命，只要皇上你写两字便条，甲等入去大海，自然就退条啊！有这款代志？是，我王师傅，遵旨。
新尊旨。皇上有旨，各位玲珑点调，各玲珑分勇敢。我惊人的风浪，徐荣英啊！现在经特定团子，将战场开回长安，定无要争当了。皇上，现在已经风静浪平，正好行存。为什么皇上你突然才想要回长安呢？皇上啊，你唔通听这个牛鼻的话，即马这也阁是海呢，啊这风浪都遮尔大，出去的外海哦，风浪唔知要偌尼遮大咧。到时阵若兵就看要叫啥物人来救驾，咱宁可就倒转来，等若番兵若拍来，则搁拍算啊。说你无错，为着王兄，是的，特定团子兵回长安。皇上，哎，无啊！你这个乌火炭头的，皇上叫你去选举，你是无听信，你是想要入罪是吗？新尊旨。报告，报告，是什么代志？皇上降旨，将军西靠定州海外，准备要回长安。那你讲，皇上伊都无要去征东咯？因为风浪伤大，皇上无法度人忍受着船家劳顿之苦，所以想要回京。本来哦是想讲来这投军哦，看会当求一个出头的日子无。啊，到即摆现在皇上哦，无因无故敢要掠你啦，啊你也阁拢袂当出头落角咧，要出一个碗过头咯。大啊，我看咱归去啦，无个人兄弟哦，拢倒转来去看某囝，安尼一家大细若团圆吼，这个日子过着嘛较好。金花。伊现在毋知伫咧过什么日子咧。当初我要离开的时阵，外家花因在身，现在伊是毋是已经成散啊？我是生阿妹啦。哎呀，你出去啦，你唔通去啦啦。我明你吧。心投军万里长征，我得来是什么？尤其皇上，搁伫咧表杀像我，
我在这创啥物？我也袂当像其他的兵士，遐个遮自由来去为国杀敌。叫我家己一个人来比伫迄个后面做回头军，来早生卖命，袂当正正当当像种兄弟恁这一摆。我的还是什么？你让我带这是有啥路用？你切莫个激动啊！请您将万事的三思啊，你叫行啊！皇上退兵哦，指定去无机会啊，你咧讲啊明啊，留在军中有啥路用啊？不如我着回乡啊，多一生嘞。你安尼当兵，是会去被判死罪，你知？